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蒜芽芽，台语安尼写，蒜芽芽，散乱、凌乱、杂乱无章，一片狼藉。台语讲蒜芽芽，人客伫要来呀，桌顶的碗盘、猪甲汤匙啊，还阁蒜芽芽，你赶紧去甲摆哦好势。阿嬷常常念大字，一个房间下咧好蒜芽芽，无一个查囡仔款。你嘛较差不多咧，为着要找一本册，甲人原本摆甲真整齐的册本，削甲蒜芽芽。我拄搬厝，厝内底还阁蒜芽芽，明日才请你来泡茶。蒜芽芽芽，野种野肥。你拄啊野种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野肥，安尼对农作物的成长较有利。华语的挥金如土，台语讲野钱哪里野拉壳。伊都开钱无准值，野钱哪里野拉壳？无几年就甲祖产败了了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蒜芽芽实在真趣味。